海洋光譜號，皇家加勒比郵輪旗下，玩3日2夜，一齊上船探索下啦！上集主要係介紹房間嘅環境，超大舒服嘅床，酒店式嘅洗手間，極致無敵露台。今集嘅內容更豐富，感受船上室外泳池嘅震撼，盡享主餐廳豐富嘅美食，玩下刺激嘅碰碰車，走進皇家購物大道，欣賞必睇絲綢之路 show， 享受船上日光浴，品嘗星際餐廳佳肴。唔講咁多啦，開始啦！3日2夜嘅行程呢，都喺香港上落船。第一天嘅行程呢，中午呢就到郵輪採訪小休咗之後呢，先到船上露天甲板參加郵輪安排嘅歡迎禮，然後呢就可以到露天嘅泳池呢感受下歡樂嘅氣氛。船上呢都有小朋友嘅遊樂設施。接着呢，就可以跟着時間表去排隊玩呢個刺激嘅碰碰車。食晚飯前呢，就可以到皇家購物大道行下。有唔同嘅紀念品購買。哇，Swarovski 首飾都有。Tommy 亦都有專門店，有鞋啊、衫啊、袋啊售賣。而中庭嘅位置呢，就有唔同品牌都做緊打折，護膚品同埋鐘錶都有，林林總總。但係船上呢，所有嘅消費呢都係以美金計算。路過呢，就見到呢一間嘅機械吧，以機械呢嚟到調教一杯 cocktail 俾你，要付費㗎，但係都幾得意。船上呢有好多唔同嘅餐飲。其中呢一間要付費嘅餐廳 Wonderland， 環境呢好似好有情調，但係唔知食物嘅質素如何。呢一間川曲匯看似呢好似係中式嘅美食，環境呢亦都好唔錯，同樣呢都係要付費嘅。晚飯前呢，就預約咗睇免費嘅 show 魔術表演。變臉嘅表演呢，好有水準啊，真係十分好睇。但係建議呢，提前呢去排隊入場，坐返呢個靚位。第一日嘅晚餐呢，就去咗主餐廳。係免費嘅，但係好多人要提早去排隊。主餐廳嘅環境呢都好典雅，有2層，地方呢都好大。
上邊望落去咧都幾震撼㗎。餐牌咧有中文嘅，全部咧任點任食。先上呢個麵包，點咗咧呢個壽司沙律菜、芝士雞扒意粉，試下先。覺得個意粉醬汁咧都好唔夠，雞扒咧就好乾身。呢一款菜咧唔係太好食。跟住咧就香煎龍脷魚、意式蘑菇燴飯。龍脷魚咧就十分唔錯，脆香可口。蘑菇燴飯咧都好優質好食。甜品咧就點咗雪糕、咖啡布丁、燕麥醬果餅。呢個果餅咧都好特別，口感咧都可以。總括咧，主餐廳嘅環境咧唔錯，又係免費任食。食物嘅質素咧就一般，但係咧都不妨一試。食完晚飯後咧，就去咗欣賞絲綢之路，係付費嘅項目，提早咧喺手機嘅 Apps 咧付費預約，要早去排隊咧先可以坐到最佳嘅位置，欣賞到表演。呢一個 show 咧都好值得睇，內容咧好精彩豐富。雖然咧有少少貴，都唔係好記得，大約30蚊或者40蚊美金。確實咧係唔錯，係船上唔可缺少嘅節目。睇完 show 咧仲未完㗎。可以咧去到大廳唱下歌，一展歌喉。宵夜咧就去食披薩。呢一間咧就收好夜嘅，好似晚上12點。薄餅咧都好好味。剪片時咧都係覺得條片好長，都係咧要開多一集。下一集嘅內容呢，就會分享第2天船上嘅活動，同埋第3日早上回港嘅行程。大家呢，切勿留意啦，下集見，拜拜。